從2024年的9月，一直到去年的6月，法院已經正式的駁回這一個正方形他所投訴的相關的內容，並指他不能夠再做任何的上訴。市府大動作召開記者會，針對 YouTuber 正方形指控教育局這案，持續在社群媒體散播不實消息，做出澄清。社會大眾應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誰才是加害人。我想，這個部分的提報，包括我們同仁給他報了17項，他說他被告了，還公開募款，因為他還要繳付多少錢。我常常覺得，如果誰是不當的行為人，應該受法律的處罰。爭議發生在2024年，地政男子講查某囝佇幼兒園向不當管教以及性侵，要求教育局提供完整監視器畫面，也毋過教育局依法保護囡仔隱私權，只會當看，也毋過袂當公開。伊煞以非法方式摕到影片，並且惡意製作成影片。鋪上網，連其他囡仔嘛牽連，就是想要借此誤導社會大眾，甚至出現謀款行為。那都不是事實，為什麼要為了自己的利益，為了自己要報仇，然後去傷害我們？我們都是無辜的。我們怎麼看，我的小孩就是沒有受到傷害，怎麼看就是沒有受到傷害，所以我們實在是替我們學校很委屈啊，很抱不平。正方形的行為已經對家長造成傷害，連教育局的員工嘛互騷擾，有人竟因此死頭路。為了讓社會大眾了解完整的代志，市府特別開設澄清專區，同步發布一系列真相說明影片以及相關法律文書，呼籲社會大眾回歸司法事實，不應該以不存在的代志持續傷害無辜的囡仔。台灣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